台中呢长期为着非洲地质检方介入调查，将有团犯姓陈的智能爸仔囝，嘛去到因住的所在勘验，也有保全证据。检方伫咧问话了后，已经甲人请回去了。针对外界质疑讲，敢有因着签着通报，也有捕杀掩埋等等的问题哦，市府表示这拢是有照规定在办理的。行政院长杜英台昨有去到台中非洲地质前景应变所，强调讲这防疫在哪像是作战，会甲影响来更加上加。行政院长杜英台去台中非洲地质前景应变所时多，也替台中市长罗秀燕加油。杜英台讲，防疫就是战役，希望用120点钟的黄金时间，做有效的防堵控制。区块围堵的策略跟这个计划是目前首先要做的。结论希望达到的就是阻绝疫情扩散。我们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是个案，我们要全力的防堵全力的防堵它事态的扩大。最现敢若是非洲地质市场最近有几多只都死亡。这次台中市政府去了解，验过兽医认定暂时无符合典型非洲地质病症，所以无法度强制采检。尾都死亡的数量愈来愈多，20市府加兽医师搁再评估了，认定死亡情形是无正常，所以采样送检，2日验出敢若是感染。就咧讨论讲，是毋是有延误采检，检体送检是毋是有照规定？第一次的话，就是说我们也是用高标准，然后就把它当作是我们一般检体在寄送。第二次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就是说因为一个比较紧急，所以我们就是轻送这样。台中市东防处讲，检体伫咧20照规定2遍送验，2日确定结果了，就是启动防疫甲扑杀。一若扑杀了的拄的尸体用台，也互人质疑。农业局强调，一切拢是照规定。台中检方也主动邀请相关单位验伤，也分案调查。先后传讯证人陈姓猪农及其子厘清案情，并至本案养猪场进行勘验。2名证人经检察官讯后，均预知请回。非洲地质病毒是毋是因为国境的管控有漏空，才自境外入来？也有相关主管机关是毋是有延误通报？相关的责任也该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